節目內容只反映主持人或個別參與節目人士之意見，敬請留意。歡迎收睇 ATV 焦點。今日嘅話題係釣魚台主權誰屬，一清二楚。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將會喺下個星期訪問東京同埋北京，估計將係一次針對中日兩國釣魚台爭端嘅滅火之旅。但日本已經將釣魚台國有化，要想翻轉頭並唔係易事。而中國亦都表示出非常強硬嘅立場，寸步不讓。美國想中國接受日本造成嘅既成事實，絕無可能。美國係釣魚台爭端嘅始作俑者，又喺唔同嘅時期有自相矛盾嘅說辭同埋行動，點樣能夠令中國相信佢嘅調停呢？因此，美國要擺平此事，極考智慧。其實釣魚台爭端嘅歷史脈絡並唔複雜。釣魚台嘅名稱最早出現喺歷史文獻上，係明朝永樂元年，即係1403年嘅順豐相送，證明係中國人最早發現、命名同埋使用該島。直到將近500年後，一個名為古賀神四郎嘅日本人先至聲稱發現釣魚台，並向日本政府申請將佢劃入國界。但日本政府當時表示時機未到，只能夠悄悄勘測，建立國標，開發諸事可留待他日。當時嘅外務大臣井上馨仲強調，事件勿讓傳媒得悉。到咗1894年，日本用武力強迫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，向日本割讓台灣同埋附屬諸島之後，先至喺1895年嘅1月14號將釣魚台列島以無主地嘅名義劃入自己嘅版圖。可以睇到日本係半偷半搶嚟取得釣魚台㗎。另外，徐日女士喺1971年美國參議院作證嘅時候，提交咗清朝慈禧太后嘅諭旨，將釣魚台封贈大臣盛宣懷作採藥之用。美國國會接納咗文件，並接受盛嘅後人徐日女士對釣魚台嘅所有權，證明釣魚台主權屬於中國嘅最重要文獻，當屬二戰後嘅開羅宣言同埋波茨坦公告。呢兩份文件定明廢除馬關條約，日本須將喺戰爭中奪得嘅土地全部歸還中國。文件並替日本劃定佢嘅領土範圍，並唔包括釣魚台。自此，釣魚台嘅主權誰屬本來就應該一清二楚。但戰後，美國同日本等國簽訂舊金山和約，將琉球群島交由美國託管。而1972年，美國將琉球主權歸還日本嘅時候，將釣魚台嘅管理權亦都一併交俾日本。美日之間將他國嘅土地私相授受，先至造成今日嘅釣魚台爭端。克林頓時代嘅美國駐日大使蒙代爾曾經喺任上明確指出，釣魚台唔適用於美日安保條約。但10幾年後嘅今日，同樣係民主黨政府，卻反口獲釋容納。美國呢種出爾反爾嘅態度，先至造成日本今日敢於如此氣焰囂張。中國要捍衛釣魚台嘅主權，寄望於美國主持公道，係慢慢行唔通㗎。美國喺釣魚台問題上，如果唔徹底改變現有嘅立場，咁無論係帕內塔定係希拉里，甚至奧巴馬親自出馬，都滅唔到呢把火。